喜之郎举弱果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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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追剧露营来一个休闲好滋味，朋友聚会来一个开心好滋味。果冻我要喜之郎，多点关心，多点爱。锵锵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哎，在我家待着不好吗？有吃有喝的，非要出来找那个粉大个？你不是日行千里吗？找个人应该很简单的。哼哼，看好了。四不像，你不来吃吗？我只吃云露，吃不得荤腥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去方便一下。方便？这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不许看！你们是谁啊？不小心吃多了点儿。好了，四不像，继续赶路吧。好重啊！嘿嘿。要不还是……现在出发吧！还是这个大小合适。走喽！哎，好晒啊！忍一忍，很快就飞过这片黄海了。糟糕！没事吧？天气太热，祥云蒸发了，好渴，好想喝云露啊！哇，走了这么久也没看到头。四不像，看来是脱水了。再待下去，我们也会有危险。我来背四不像，你先休息。轮班赶路，应该能走出去吧？这是哪儿？小梅花，小蓝圈，等等我啊！呼吸变弱了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小梅花，太好了！
这就是兄弟吗？有兄弟真好。有兽小剧场。本集中，皮皮、辟邪和四不像在北冥之海遇到了谁呢？鲲、蛟、铮。回答错误，它明显是条大鱼呀！正确答案是鲲，是鲲啦。鲲是传说中的大鱼，早在《列子汤问》中就有所记载。而我们最熟知的是庄子《逍遥游》中的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”如今也用鲲鹏来比喻至大之物。